大家好，我係廣東音樂曲藝團嘅李坤成。我平時都有直播啦，又經常同師傅梁玉榮地一齊去拍好多嗰啲曲藝短劇啦。咁拍短劇咧，我哋嘅宗旨係曲隨時代，要好貼近民情、好貼近生活嘅，比較吸引觀眾嘅。結合潮流咁樣嘅形式去碰撞，譬如一啲舞台上嘅編排甚至乎新嘅一啲樂器嘅融入血飲茶，冇飲茶，冰冷茶藝多變化，若少溫嘅功夫茶，客家園嘅鹹水茶，收徒弟嘅拜師茶。要有心泡茶，要有心泡茶。李坤成咧係我哋廣東音樂曲藝團嘅優秀嘅青年演員。今日睇住佢舉辦佢自己嘅個人嘅藝術專場。咁坤成咧其實係從小咧受到家庭嘅熏陶咧，愛上粵劇同埋粵曲。佢自從加入咗我哋曲藝團之後咧，我見到坤成咧，佢係有自己嘅追求嘅。咁多年嚟，我睇住佢一步一個腳印咁樣實現自己嘅藝術夢想。咁呢個專場咧，就係以經典傳承為主嘅。我覺得一位優秀嘅曲藝演員咧，首先係要學習傳統，敬畏傳統。咁坤成咧，呢幾年咧都好努力，學咗好多傳統嘅曲目。咁今日咧有呢一個機會向各位觀眾朋友匯報佢嘅學習成果，所以我都非常之開心，亦都感謝嚟自四面八方嘅知音朋友，今日嚟到彩虹曲院支持我哋嘅演出。咁其實坤成咧，佢學習嘅曲目同埋佢學習嘅流派好多嘅。咁其中咧，坤成同我講，佢好中意星腔呢一個唱腔流派。我見坤成咧，佢平時嘅演出同埋喺網絡平台上邊嘅演唱咧，都有星腔嘅曲目。我覺得佢個人非常之好，好謙虛，對前輩好尊重。我俾佢感動咗，我要成就坤成嘅藝術夢想，所以就有咗今日呢一個拜師儀式。李坤成咧。